接住38條就係一條圓形嘅題目，咁樣同你講啊 PQR 係切線 ，OK， 咁而家同你講 PSR 34，然後 QPT 係46，咁我問你後面嗰隻角啦。好，咁點揾切線嘅題目咧？最主要咧一定係會有帆船嘅 concept， 咁所以46就等於 E 就46，有一樣嘢。第二樣嘢，你見到佢咁多個 extend 咗出嚟，咁即係呢兩條邊就一定一樣啦。咁所以你就會知道呢隻角同呢隻角係一樣嘅。所以啦，180度減翻34除以2啦，咁你就會知道呢隻角73。喺呢隻73嘅時候，另外呢兩隻角都係73啦。sorry， 呢隻唔係73，我睇到呢隻係啦。咁我就要計翻呢隻角，就180度減73，再減翻46，答案呢隻角就係61啦。好，咁計完之後咧，有兩個做法，一係就三門內個和 ，OK， 一係咧其實頭先已經做到噶啦，三門外角去計73減翻46，答案咧就係27啦。所以答案咧就係 cat。